了着，才有法通感应着。啊，若无，有时啊，往往咱的这个人，吼，知见忘所亲，亲而不亲，无亲而亲，就是讲，咱的所知所见，看法五见五执，忘就是会颠倒啊啦，颠倒到底是所谓爱亲的，咱互较要安讲，咱亲近啊，拢亲近者呐，应该亲近咱的老母。 爱饮水思源，毋过往往呢，会对外口较亲哦。啊，应该无亲的煞曲曲的亲。咱若以上亲呢，咱的人生这个有时啊，咱亲无着呢。咱应该亲咱的祖先，咱祖先当中有咱老母的分灵，咱祖先当中本来就是有德，但是都毋知影，因为伊萎靡之处。 他在以为于处跟迷迷糊糊，毋才会袂清袂楚忘所亲，啊，拢亲物欲啦，吼，咱咧互巷内捌拄着一个兄弟姊妹讲啊，我的生日竟然吼，囝拢毋知啦，啊，因朋友的生日买金啊啦，买鞋啊啦，买啥拢要送伊啦，从啊，迄个感叹咧甲互巷安尼讲啊，毋才会伫。迄个《红楼梦》内面才来讲讲天下的知心父母古来多啊，天下间的爸母拢是足痴心的对家己囝安尼，但是讲孝顺的子孙谁见了，几个是有效的，所以讲无心敬娘，迄个心呢已经向外去啊。其实这个娘就是讲咱的老母啊，吼。 肉体妈妈也好，咱的灵性也无讲上悲啦，所以伫遮咱会当体会。师尊老大人，咱道场兄弟姊妹，一年当中求道的千千万万是安怎讲？师尊老大人讲，伊足孤单，因为伊无共款处境，无共款心境啊，看是安尼行，即个外口形象上是安尼，毋过心真正有法度通啊感应得到的。 过去莲花社要看佛陀，世尊用神通去甲看，伊讲伊毋是头一个来看，其实真正要敬娘有心是成者夫物即种物件，所以讲一个人者，人也亲亲为大，一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，这个人哩，其实就是一个真人甲假人。 内面有一个真诶，咱应该头一字这个亲戚，甲咱上亲诶，为最主要、为最首要的。师尊老大人甲咱讲哦，伊讲哦，要内圆圆好了，才慢慢圆外圆。就是咱自心当中有时啊，早头讲师嘛安尼讲，有时啊往往咱家己诶爸母无友好，甲咱讲咱自心当中偌有得困难。 的主心当中有的心当中有我们的老母所做出来，才会合乎仁义道德哦。无怪道德经安尼讲啊，讲吼，拢有注意讲为师母，伊甲这个母就是讲母就是根源，伊袂去流失哩。那咱往往的进其实。 咱真因为呢，受了外口的社会力量啦，欧风来到咱这个亚洲的所在，伫这个风尘所在，咱会迷失自己。其实咱就是安那，咱真要慢慢要找回咱的良心。那如果讲咱家己的自己的是大人都无有效啊，那要如何讲去甲行大效，要去甲做甲圆满？ 当然，佛学的意思，毋是拢讲过咱的是大人利益，是咱对是大人爱有效，对别人、对这老前辈者，咱有尊敬的心。吼，这个礼节，咱毋通去甲错解呀，吼，毋通甲错解。所以讲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守着对这个根源，对这根源就是讲，亲咱的灵性为最需要，毋是对外口，吼，对这欲气啊。 咱对老前辈都甲讲，守口如盘，心莫言，莫着一切自有情啊。这个守口如盘，另外一个讲的讲，风雨如城，拢在讲爱谨慎，
通偌老，因为咱好不容易求了大道，咱要互咱这个心灯会当不简单的去甲发挥更加热。确实是爱安那，爱念珠在珠，爱诚心抛手，是着台湾的诚心报仇，实心修炼。哦，爱安尼哦，咱若入座单经，咱有看到惠明将军要甲约，咱入座惠明大师要甲摕伊的法医的时阵，当伊触觉就讲啊，毋对啊，伊甲入座惠明大师讲，仁者我是为法而来。要希望伊家开示，伊嘛家讲，爱平息自然，不生一念，爱拢甲放下，然后搁过一时啊，搁家讲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是无时，就是讲正当下，正是伊本来的面目。哦，拢在讲这个哦，讲爱谨慎保守这个物件，毋通着因心神啊外漏，一定走出去。走出就有所念着，万人就讲会安那浑身脆骨啦。啊，所以讲同学就来讲一个公案。过去灵济禅师还未开悟的时阵，离黄檗禅师的手下，哦，什么叫做佛法的大义啦？啊，黄檗禅师一个就讲去，啊，第二天，这个灵济禅师哦。当然，迄阵还未开悟，袂当叫禅师啦。哦，灵济第二天就搁再问，有哪照相互讲？第三天搁啊，搁问搁互讲。哦，啊伊就私底下退来就安尼想，敢是我甲问佛法的大义，敢有啥物过失？敢有啥物错误？敢是我业障足重？伊就足艰苦啊！啊，伊就去甲黄檗禅师讲，安尼我要来离开啦。伊家己感觉讲心肝艰苦啦，业障重啦。那黄檗禅师讲，安尼你若要离开哦，你去大义和尚遐，伊就会甲你解开你这个疑惑啦。伊过去的修行者，互我看这个公案，互我感受着讲，过去的修行者真正有尊师重道，伊其实自心当中道啊，是讲因为搁互一个西仔去甲伊捧的懵白，伊有听老师的话。听黄檗禅师的话，去大义和尚遐，爱去找大义和尚的时阵，有哪甲伊原底呢？原底这过程讲吼，讲互大义和尚听。啊，大义和尚甲讲：哎呀，黄檗禅师真的是老婆心切啦，为你贴困。啊，伊为你贴困，啊，你搁伫遮咧为着遮咧有啥物过失，无啥物过失，啥物业障，你遮咧苦恼。结果呢，这个灵济禅师当下怎啊开悟？当下怎啊开悟？啊，互他要来做参考。灵济禅师伊就讲，伊当时还未开悟的时阵，是安那问着大义禅师，伊怎啊开悟？因为大义禅师甲一点尔，伊怎啊当下是当时的平直的心，伊的头壳内拢无想啥，怎啊家己指点伊的困处？啊，因为未开悟，拢是心法。心外咧求佛，心外咧求法，着法，怎啊困住？啊，话搁讲倒来，现在心就是安那，拢会向外低见心。头前面讲的，拢会低见，我见，尤其种知识薄满，所以更加咱爱注意着咱的起心动念，慎独气念解福，气念解脱。不攀连出境，互项呢？拄仔准备这个题目，啊，拄仔转去床骹，啊，足侪年捌看过人咧念护心网啊，迄种诶。吼，啊，迄护心网啊，迄个念天天开哦，啊，网啊，安尼，迄护心也袂网啊，护心就我飞落去哦，哇，飞落念诶尔，就走袂去啊，伊骹吼叮当，伊哪要走啊，结果念一个哪动，吼，迄阵怎啊看着即幕，怎啊讲？哎呀，咱自心当中，咱嘛是明知影山有好，啊偏用好山行，明知影约袂摸一个，袂磕一个，毋过咱有时仔会家己误知误见啦，家己迄想法感觉讲应该是无要紧，有时仔应该讲无要紧，有时仔往往诶做了罪过错，因为咱诶心呐向外去攀缘，攀缘就是
心无法度自主向外，向外当然就会着友情啦，就会去着骨。也许安尼是文艺界，咱拢知影，迄个金碧芳讲起来修持已经是足来啊呢。伊修持到有法度通互皇帝甲伊赏赐入法安尼，咱算高精啊。但是伊执着一个入法尔，有缘无法度超脱轮回，无上辈啊，哪要来甲你